这个影片是怎么连出来的？就是把那个多年看影片记录网址，然后做那个文件档合并，然后做资料库，然后搜寻 HTTPS， 就是跟 YouTube 影片网址有关的。有没有看到广清老和尚开示录全集？然后把那个网址一按下去就有了。所以只要那个网址是正常正确的取得的资料后面不要有加那个什么文字的，就是要有空格隔开然后来点按那个网址，建立在社群的贴文，贴在是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只要网址正确了你看这个是连云端硬碟连云端硬碟下载的，你看连云端硬碟下载的有没有？连云端硬碟下载的网址都可以都可以用不是只有看影片而已在测试这边你看，原来连那个手机程式也可以下载从云端下载，云端硬碟下载。你看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字太小就把它全萤幕来看。你看字太小就把它全萤幕来看。那个桌上型电脑看就很大，桌上型电脑那个画面太小要变大，还可以按那个 Windows 键视窗键加一个加号，视窗键加一个加号，加号是在右边的键盘里面找，可以试试看，网络学来的 Windows 加号，加减乘除那个加号，但是在右边的键盘里面找到了。哪里有右边键盘？哪里有加号？有嘞，真的有嘞，靠边边了嘞。你看这样很快就可以找到资料了。要找资料很快私人影片就没有办法，可能是没有订阅，还是什么原因呢？不是私人影片呢，网址错误了。会有广告会有广告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你看。